那么，古代的思想是怎么跨越语言传播的呢？这就要提到一群翻译大师了。你知道吗？丝绸之路不只是运丝绸的，它其实是一条思想的高速公路。可问题是，像哲学、宗教这些复杂的东西，怎么跨过语言这道坎儿呢？这时候，光有翻译还不够，你得需要一位真正的大师。来说个好玩的，翻译这个词，它自己是从哪儿翻译来的？很多学者都觉得，咱们汉语里的“语”很可能就来自古突厥语。当时很多民族都需要翻译，但只有一个群体把这事儿做成了艺术。没错，就是维吾尔人。他们安定下来之后，文学创作简直是井喷式发展。他们简直就是个语言捐火库，掌握的语言和文字系统多得惊人。从印度到中国，中亚地区的主要语言他们都能说，而且他们还能用好几种文字来写，看到什么学什么，非常厉害。不过，他们真正牛的地方不是翻译了啥，而是他们是怎么翻译的。一开始也是磕磕巴巴的逐字翻译，但后来直接升华成了文学创作。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叫自由翻译，不只是转述，更是在美化原文。玩转这种风格的有个大师，名叫圣光法师都统。你听听这个汉门佛经原文里就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发生了地震。他倒好，直接把这几个字翻译成了一首天花乱坠的诗。这得多自信啊！他甚至敢往一部重要的经书里加了2个自己的原创故事。当然，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还有像 Pratnarok Shiti 这样的译者，开创了中式翻译法。这个传统生命力特别强，延续了好几百年，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蒙古帝国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作为文化桥梁的角色，持续了超过1000年。所以说，他们不只是翻译家，他们就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大动脉。他们能把那些静态的文字变得活色生香，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。这就让我们思考了，语言的力量难道只是为了保存过去吗？还是为了创新？维吾尔人就证明了，最牛的翻译家不只是搭桥的，他们是在创造新世界。